呢個消息令攜程大跌。大家好，我係 Kobe， 今日同大家傾下焦點股份攜程。事源京東6月18號宣布正式進軍旅遊業，為酒店行業提供供應鏈。公司更加話，酒店商家參與計劃可享最高3年零佣金。新競爭者加入市場，消息打擊旅遊相關股，包括攜程、美團等等。截至6月19號，兩隻股份連跌2日。暫時大行對攜程充滿信心。花旗認為就住以上消息，行業格局短期內有不確定性，認為對京東呢一類新營運者而言，要提供酒店供應唔難，但一般酒店都會提供客房俾可以帶嚟大量同穩定客源嘅線上中介平台，尤其係旺季嘅旅遊熱門地點。又話要通過補貼去吸引用戶好易，但留住佢哋就好難。相信現有嘅線上中介平台可以透過更加嚴格嘅供應鏈控制反擊京東，維持攜程美股買入評級。高盛都繼續叫買攜程，港股目標睇608蚊。不過初步估計相關競爭會令到攜程今年盈利有1成3下行風險。若果參考翻京東2月進軍外賣市場嘅例子，主要競爭對手美團大受打擊，股價持續落後，更加喺5月尾創超過8個月低位。估計今次攜程股價都未咁快止跌回升。我就唔會接刀啦，你哋又會點做呢？對攜程有冇特別睇法？不妨留言話我知。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 Kobe 財智密碼，同我一齊瘋狂傾投資。